炎影响到咱台湾的观光产业，一寡风景所在变甲足稀微，游客变较少。像讲基隆海科馆本来休馆这段时间是无休困，结果即马公告讲开学进程，逐礼拜一拢休困一天。另外，故宫博物院头一届宣布2月14到3月31，逐礼拜一拢休困一天，也有拜二到礼拜日为下午9点开到下晡5点，提醒游客都要特别注意，才袂加走一撮无采工。消毒一下。清洁消毒量体温，故宫每一个入口拢有安排工作人员甲红外线的体温计器来咧测量，民众嘛拢有做防护，但是安尼也是无够。全年拢无休困的故宫，即马特别宣布休馆的时间。因武汉肺炎，故宫宣布从2月14号到3月31号，每周一要来休馆一天，并且呢取消了每天以及周末的延长开馆时间，要来加强各项防疫。调整了后，故宫北院拜二到礼拜对早起9点开始，干那开到下晡5点。但是故宫南院无受到影响，只是武汉肺炎的疫情，一个短时间内恐惊无法度结束，故宫嘛无排除延长休馆的这个措施。必须呢，把一部分的时间作为我们整个环境全面的大消毒，看疫情的发展状况来做一个检讨。加上进前宣召公主号的旅客捌来故宫，官方加强防疫，爱互民众安心。那基隆海科馆嘛同款对咧做。面对防疫，2月10号休馆一天，另外配合休馆的假期延长，开学进前的拜一嘛拢休困。防疫人员赶紧利用无开馆的时间，详细消毒。无论餐厅、研究中心，也有每一个馆区，拢着爱处理。镜头来到观光的热点，台北101，虽然营业时间无调整，但休假日的人明显减了真多。少很多啊，少很多，西门町也少很多。大陆人也不能自由行，所以我觉得本来就人少一点。武汉肺炎影响着观光，非常时期，恐惊也是防疫更较要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